巴拉圭是台灣一個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國，中國一直想要污咱的這個邦交國，污咱的條仔卡。那這巴拉圭的外交部長拉比瑞斯是表示，無排斥和中國建立貿易關係，不過前提是未和台灣斷交。咱的外交部長林佳龍強調講，這巴拉圭的總統貝尼亞最近才訪問台灣，兩國關係穩健，對世界經濟貿易保持開放的態度。世界杯足球賽正如火如荼進行，相信很多球迷已經開始攻勢足。手提巴拉圭總統貝尼亞親送的球衫，2026世界杯卡球賽，總統熱情地特別幫友邦加油。巴拉圭是台灣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國，中國自早就直直要甲扭起去。當地時間6月30日，首都阿桑辛舉行的南方共同市場峰會期間，巴拉圭外交部長拉比瑞斯表態講，只要莫干涉台灣的外交關係，袂拒絕中國做生意。巴拉圭嘛是南方共同市場內底唯無甲中國建交的國家。拉比瑞斯講，在無設政治條件情形之下，未限制和中國展開經貿合作。其實中國自早就公開也是非公開要求台灣的友邦切斷和台灣的關係。Su pleno rechazo a la coacción económica china que forzó la cancelación de vuelos y afectó la prevista visita oficial del presidente Lai a un país aliado. Mi país reafirma el derecho soberano de Taiwán a relacionarse libremente con otros países, sin interferencias indebidas que pretenden aislarlo internacionalmente. 巴拉圭總統貝尼亞在5月訪台期間，不公開譴責中國在台海的軍演，甲在國際間的經濟施壓。台北在2005年雙邊貿易總額大概4億美金。根據中國外交部的資料，今年中國海面的貿易總額是美金32億控元，其中中國出口巴拉圭是美金30億5厘。巴西總統嘛暗示，南方市場stra就嘛要和中國展開自由貿易的談判。中國台灣也有跟他們有經貿的關係。我們對於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，本來就是持開放的態度。我們的友邦一樣也會都跟包括中國還有世界各國會有一些經貿往來。外交部長林佳龍重申，台北的邦誼非常的穩固，尤其貝尼亞5月來台灣做國事訪問，台北能夠簽署真多的協議甲備忘錄。外交部強調講，69年的邦誼是愈來愈堅定，未來邁共同對抗威權勢力的擴張，保衛民主的價值。記者綜合報道。